荔枝謝花後用乜嘢面肥，速度快，效果好呢？有人講蘋果速度快嘅肥料係鉀肥，呢個講法就太過於片面啦。其實真正決定果頭大細嘅係幼果期，果頭大細嘅因素係取決於幼果期細胞分裂嘅數量，數量越多，將來果頭先會越大。大家好啊，今日係4月10號啦。以下我將荔枝如何膨大嘅方法一次性咁分享俾大家參考。其實只要你用啱方法，用啱配方，你嘅荔枝就會比隔籬老王嘅大，而且品質會更好。你呢就先用你發財嘅手點個關注，點收藏視頻，以後想用嘅時候啦，就可以隨時揾到。膨大果實需要經歷3個時期，分別係幼果期、膨果期同埋成熟嘅前期。那麼直接決定荔枝個頭大細嘅，咁就係謝花後嘅幼果期。幼果謝花後綠豆咁大呢，係果實細胞分裂最快、最多、最好嘅時期。謝花後果實細胞數量可以達到整個生長周期嘅80%以上。細胞分裂數量越多，速度越快，將來你個果先會更大，果頭亦都會更加端正。所以大家要捉住呢個關鍵時期，等果實細胞完全分裂，荔枝將來先夠大，品質先夠好。所以呢，你要用啱方法同埋配方。幼果期養分需求係非常之高嘅，既要做到呢個營養全面，又要俾我哋果實吸收同埋利用，只有咁樣先能夠起到又快又好嘅效果。而今呢，同大家分享一個膨果專用配方，就係用壯果囊補充荔枝果期所需嘅各種營養元素，氮、磷、鉀、有機質、鈣、鎂、貧鋅、鐵等等，完全可以滿足荔枝果期細胞對養分嘅需求，能夠減少營養不良造成嘅落果啦、裂果、細果、畸形果等等。等我哋真正去做到增產又增收。小茂標壯果囊呢，一包係500克嘅，兌水1000斤。喺我哋2次補果之後，係我哋打完2次補果數之後，我哋以後每次防蟲嘅時候就可以加埋壯果囊一齊去打，直接噴到我哋嘅荔枝紅頭。所以呢個階段你冇需要去為用乜嘢葉面肥去操心，就係用壯果囊就 OK 啦。到後期着色期，我哋再打2槍着色嘅，咁就好靚仔啦。未備好嘅朋友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啦吓。再有溫馨提示一下，好多人用紅橙果嘅視頻啦同埋聲音去帶貨，要認準係紅橙果呢個號同埋認準包裝，因為而家呢啲人模仿好快嘅，好多漏嘢，大家一定要認準，冇買錯啊！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